爸，我已经甲你讲过几多遍啊，我唔知影警方在倒。伊甲你带做伙，你唔知伊去倒？我真正唔知影，伊就甲我讲伊心情无好要出门，手机也无插，嘛歹甲我联络啊。你知影看啥对唔对？若无你是安怎用伊的手机传消息骗我？妈，你当讲道理好无啦？我啥无缘无故要甲警方抬死啦？啥会无缘无故？伊对我偷厝无借着钱，我就甲你纠转，你就甲伊抬死！我传简讯互你是因为你逐工来厝问我警方去倒位，你已经造成我的困扰啊！我真正唔知伊在倒，伊就甲我讲伊心情无好，伊就出门啊啦！你就是我会相信你的小话啊！你当唔信？你去报警，警察来找到政府来了啊！好，你来叫是我唔敢，你好蛋嘞！这一定误会啦，洪志安无可能做这款戆代志。洪志安隐瞒伊公司的代志，唔拿去上瑞秋的节目，佮转去好好演讲。恁敢有感觉伊即届转来，规人安尼怪怪？迄人吼，若用欺负伤害过，倒啊起咧，要失去你弟嘛是最正常的。你8点弄3个小时，根本甲精神人生无共啦。